大家好，歡迎收睇 Mirama Go 跟隊出發。我係美麗華旅遊領隊，我係新年。今日我好想介紹一個好值得到嘅地方，同埋我自己都好中意到嘅呢個地方，就係墨西哥嘅12天團隊。我哋嚟緊嘅10月25號，我哋會有一團會前往到去2026年墨西哥嘅萬聖節嘉年華嘅，亦即係亡靈節。大家可能對呢個名字啦比較陌生啦。咁但係如果大家曾經有睇過一套動畫啦，叫做 Coco 嘅話咧，就係攞住呢個作為一個主題啊。講起嘉年華會嘅話咧，可能大家第一時間就會聯想到係南美洲嘅巴西森巴嘉年華。但其實喺我哋墨西哥嘅話啦，喺今年嘅10月25號，我哋都會有一個亡靈節嘅嘉年華會喺度。我哋會帶住你哋啊去感受呢個嘅大遊行。喺玩大遊行之前，一定會安排咗呢個專業嘅化妝啦，等大家融入去感受呢個節日嘅氣氛。與此同時啊，亦都會同大家行下呢個嘅傳統市集啦，睇下我哋個萬壽谷啦、亡靈節嘅剪影啦，仲有可以試一試下我哋呢個骷髏骨頭糖，仲會順道帶埋大家去睇下5大嘅世界文化遺產嘅。咁第一個係屬於我哋新嘅7大奇蹟之一啦，奇琴耳賊，我哋可以睇到呢個羽蛇神嘅神殿啦。另外就會帶大家啦去我哋眾神誕生之處特奧蒂亞坎呢個地方啦。傳說中嘅神明就係喺呢一個地方上面度出現㗎啦。另外仲有呢個烏斯馬爾巫師之城，一個橢圓形嘅遺跡嚟，好值得大家去參觀㗎。當然啦，唔少得沿近嘅海外線加勒比海岸線有個圖倫古城喺度嘅，嗰度咧絕對係打卡影相一流嘅地方。與此同時仲會去神秘嘅瑪雅叢林天井呢一個地方，據說啦係我哋雨神嘅誕生嘅地方嚟㗎。喺呢個12天團裏邊，除咗會睇我哋亡靈節啦、5大文明遺跡之外啦，咁仲會咧帶大家到埋去我哋墨西哥嘅威尼斯霍奇米爾科水上花園。我哋會坐翻墨西哥人幾千年前粉飾到唔同嘅顏色自己手做嘅木船仔，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喺呢個水上運河上面度嘅景色。仲會安排咗啦喺呢個船上面咧享用翻我哋墨西哥嘅傳統嘅菜式嘅。喺我哋墨西哥飲食嘅文化當中啦，就係要試下我哋呢個墨西哥嘅角酒。我哋會帶大家咧去墨西哥嘅 Tequila 角酒館入邊，裏邊收藏咗300幾種嘅酒喺度，我哋都可以去試一試下 Tequila 係點樣去飲。另外夜晚黑嘅時間都會帶住大家咧去食翻最正宗嘅墨西哥嘅傳統菜啊！一路食仲可以一路睇住呢個音樂同埋唱歌嘅表演嘅。我哋會坐翻榮獲多次獎項嘅土耳其航空公司前往嘅。咁點解要選成土耳其航空公司呢？第一就係要順路為主啊！呢個係旅行中最重要嘅。我哋係由 Cancun入墨西哥 City 走，住宿方便，我哋會4晚咧會住喺墨西哥城入邊，方便大家可以參加翻我哋呢個亡靈節嘅嘉年華。喺 Cancun 嗰邊嘅話咧，我哋亦都會連續2晚入住度假形式嘅酒店度嘅會係。如果想好似我哋咁樣玩墨西哥嘅旅行團，click 入下邊條 link 度睇翻啦，咁就會知道更加多嘅詳情㗎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嚟我哋美麗華旅遊揾我哋報名啦，優惠名額得翻少量嘅咋。墨西哥仲有啲咩玩呢？就係睇翻呢個蝴蝶版嘅動物大遷徙嘅雙遺產11天團。想知道多啲詳情，留意下條片啦。